日本同美國對中國與菲律賓船隻喺南海相撞嘅事件，表達對菲律賓嘅支持，並且抨擊中國企圖透過武力脅迫改變現況。葉本文報道。菲律賓同中國船隻喺南海尖濱礁附近再次相撞之後，日本同美國今日分別發聲明譴責中國。日本駐菲律賓大使遠藤和也喺社交媒體上表示，日本對一再發生嘅事件表示嚴重關切，反對任何單方面透過武力或者威逼改變現狀嘅企圖。日本會同菲律賓站在一起，維護海上法治。美國國務院聲明亦都表示，同其盟友菲律賓站在一起，譴責中國對唔存在陸地領土嘅海域非法主張領土主權，並針對菲律賓合法海上行動採取危險行動，而且不斷升級。琴日，菲律賓海岸防衛隊一艘由日本提供嘅大型巡邏船喺有爭議嘅尖濱礁水域遭到中國海岸防衛隊船隻嘅撞擊並受損。